这首歌，讲完了。介绍啊。这首歌哦。哎，是啊，喝水了，有点紧张。其实这首歌要问我姐姐啊，我只是帮她弹她。不关我的事。没有啦，就是以前小的时候，大概高中吧，然后小的时候，好小，还蛮小的啊。那时候晚年出生嘛。就我这一招。借一下嘛，1:1嘛。其实我姐她还算那个啦，才女啦，她蛮会弹钢琴。以前的时候。现在是圣女。以前呢，吉他是她学的，然后她就吵着跟我爸爸说，她要买一把吉他，然后我爸就买了2、3千块的。3500。哦，3500的吉他。然后他弹一弹，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那是古典的吧，这边很厚这样。然后他弹一弹就说：“哦，手好痛，就搁在那。”然后心想说：“哎，好像很好玩这样。”然后我就开始学。然后之前呢，我妹妹啊，我还没讲完啊。没有，那个鼻子不太熟。哦。然后我妹妹想学那个钢琴啊，然后我爸就买了一台那个数万的钢琴。哎呦！然后现在在家当装饰品。这是3分钟热度，很可惜。哎，为什么会吵到这边？我也不晓得，就因为一个霹雳声。没有啊，原谅我们团长，因为他那个鼻子刚做手术。哦，对，他刚开完刀，鼻窦这边，不好意思，大家可以原谅他吗？可以。不要。出去！你出去，去！我操你！哎，等下会你付哦。那个丢首歌哈。还有这么那么快？领队，哎，领队啊！领队，刷落来这条歌，去几尊？哎，没有了，我只会这2句台语了。反正这首歌是喝吧，然后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呢？有。就叙述一个中年男子失恋倒在排水沟里面，我去救他，他也不要，他说这是我家这样，而且他还跟我讲，你太没有礼貌，你怎么没有先敲门？哇塞！不好意思啊，大哥，忘了敲门。他叫你再走一次，谁会听你讲的？我直接回家了。哎，我好心救他呢。他说这是他家，我怎么没有敲门呢？这个也是不太好说过去。这是真实的故事。然后就是他失恋，然后就帮他写这首歌了。有一次他清醒的时候，难得来到我家。哎，表弟你怎么有回来？这样明明我每天就在家里。假装哦，你怎么有回来？他就坐下来了。我表哥跟你讲一个事情，可是我喉咙很干，讲不出来的。就来道一次，哎，就知道一次了。就，哎，再次掌声欢迎我们的。他非常喜欢背对观众，俗称背影杀手。我们也非常感谢女巫给我们这个场地，好不好？给我们这个机会，给女巫拍手下来。我们本来在想说，这次既然是女巫，我们要不要带扫把站着唱歌一下？然后因为我们有做劳作嘛，做尖顶的帽子这样。后来想想还是不要，你有可能走到那门口就会卡住，因为身高方面。那扫把应该是完全没困难。给你机会反驳，给你机会反驳。算了。刚不出来我们的 solo 吉他手，他现在在大武乡公所服务，是正职的那个记者，帮忙挑线的，看房子没有歪这样，但是房子还没有歪，他自己先歪了。不对哦。这2的应该是老外吧？对，你现在教我呢。哦，对，他也是啊，他也是公类，但是看不出来他是在测量嘛。其实，在路边你就看到那个很像老外，你觉得左边一点，右边一点那个。对，他是旁边做记录的。对啊，好了，好，那我们为大家带来这首歌《喝吧》。大家跟我们一起唱哈，副歌的时候，你们就唱《喝吧》就好了。怎么唱？听他们唱就对了。怎么喝？用嘴巴喝。
独自地走在那条街道上。再来出去，就找不到我爱的他。孤独的我只好一个人坐在路旁。我希望他不要在远方跟我。希望那远方还能记得我。不要在远方跟我。哟，节奏是不是有点慢？ Here we go。喝吧喝吧，我不想回家。喝吧喝吧，我忘了怎么回家。Here we go。喝吧喝吧，我不想回家，大声一点。喝吧喝吧，就让我喝醉吧。是谁说爱情只能够曾经拥有？哦，偏偏就要来一个天长地久。坐在路旁希望他能够还能记得我。不要在远方跟我不想回家呀，喝吧喝吧，我忘了怎么回家呀，喝吧喝吧，我不想回家，喝吧喝吧，就让我喝醉吧。我不想回家，再让我2箱就好。谢谢老板。你不给我酒，我下次要强奸你，强奸你的感情。哎是。喝吧喝吧，我不想回家，哎，伙计们。喝吧喝吧，我忘了怎么回家。喝吧。